向前冲到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佩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平。哎呀，有呢。今本日吼，我来抗议一句话。唔可以抗议哦。系啊，我老你讲，今本日嘅节目吼，用一句客家嘅俚语，本日约看啊，给你猜看看。唔可以讲一句俚语，本来同款是系乜嘅意思啊？系啊，系咪？系啊。好，超足肉成带。啊，讲讲按拄好，因为我很细细时节系我阿婆土台嘅，所以啊，有时节吼阿婆我讲来讲，会较深嘅俚语，一句俚语系讲嘅我哋嘅节目地度啊，吼，就系代表讲我哋嘅节目一好背一好看。卧虎藏龙。卧虎藏龙。今本日嘅表演卧虎藏龙。哎呦，我变一只龙的哦。哎呀，唔对哦。哎呦吼，接下来介绍那个评审先生哈。京剧国宝陈丽仪先生。戏剧新传师吴贤颖先生。副评班先生陈顺利大哥。哇，好棒！就爱来看那个卧虎藏龙，到底到底成带，到底有乜嘅超重肉啲底下？你又看下天主嘅超重肉哦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重伤鼓励。这个厉害。大家好，
那个口琴。等一下，老师哈，因为他不会讲客家话，但是他很有诚意，学了非常非常久的一段客家话，他今天要用他的方式来表演给大家看。你最近练了什么客家话？太家好。还有嘞。是猫腻暗子塞。还有啊，还有一句啊，很君家奶奶。对啦。我学个乱搞吼。后来勤学客家话，很棒很棒。刘大哥哈，为什么会想要组成这个口琴班？对，口琴班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工作之余或是退休之后没有一些活动，然后有些又想学音乐，可能有些乐器又太难所以我们就以口琴比较方便携带，然后又容易学习。大概学多久啦，才会完整奏出一首完整的歌？1年。其实如果简单的话，大概2、3个礼拜应该就 OK 了。更快啊！真的？又够卡夹哦。当然，如果又更快的，像小蜜蜂、小星星这种曲子可能几分钟就 OK 了。可是我看到老师老师他手上拿着是2只口风琴是同时吹奏哦。对，一个是 C， 然后一个是升 C， 是。对，好厉害，好聪明。你看这个就是有天分。老师的吃饭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给人家乱碰。对啦，不行啊。但是老师，你可以大致教我们一下音阶的那个吗？因为口琴比较特别，它是一吹一吸，所以我们就是练习的时候要吐气、吸气这样子来控制。如果说有碰到一些升降音，我们就要利用上面这一支来做一个转换的一个动作。所以有音符、有那个旋律的话，其实会更快。对，没错。OK， 那我们来听看看，那个评审欣赏啊来请问那个纯林欣赏这个口琴是最方便的一种乐器，对，它又小又方便携带。有兴趣的人学起来很简单，如果没有兴趣的人就是比较困难一点。你们今年吹的欢迎吹得很好，你问下面观众对不对？超毛，吹得很好懂真的啦，懂真的。等一下我就给你满分。哎呦，这叫公出来哦，这叫公满分哦。哎呀，你这个满分，梁一先生就同意我嘞。那我再补一小段，让他们给我们满分好了。就用2只口琴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可以加分题啦。对，我怕他不给我们满分。好。好棒哦！而且还有和弦呢，里面还有和弦，这个不简单哈。接下来看接下来看的那个口琴班，做得得到几多的分数嘞？老师来，请下分数。你刚刚是故意把它那个酒杯用倒，制造一点效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如果一直走太深，就没有那个惊喜。做得得到几多的分数嘞？老师来，请下分数。一致通过了，满分。好有诚意哦，要不还改一个加分题了哈。谢谢刘大哥，谢谢带领我们的口琴班谢谢大家，为我们的乡亲同乐会来占一些声音呐谢谢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过山当上，日走法来。
千年了，万年啊，才唔下啦。 千年万年，才唔到那，唔得了。 法律呀，上马萨每唱山歌。 阿妹罗莎，你有好难，会带了。 了解嘛，爱为情呐。是蒙太家，是蒙太家用太果。太果。哎呦，葱嘅肉山果呢？分享了哟。分享。葱山果糖讲葱诶，为20年的哦。为20年哦。很后生就葱诶。 60岁啊，60岁哦。叫谁？60岁哦。啊，你迄来學，你迄來學嘅啊？高中班還係即個？中學嘅哦。中學。啊，有比賽冇？個李老師有啲啊，個我有做。哦，李老師有啲哦。秋夏先生哦。有來有學過係咪？有。還有佢聽電視呢？係啊。李老師秋夏先生教嘅，剛剛嚟談撇沙先生嘅公平，看有乜嘅地方可以改進的啊，更加好嘅，好冇？嚟談看你呢個後生一批嘅哈，像你呢李先生。哦 ，Hello， 永泰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聽到山歌就會想到我嘅家公啊，因為佢就愛獻嘅唱山歌，唔過佢唱嘅咧係老山歌。係。我知道係你客家嘅山歌最困難嘅，因為你嘅拍子是不是正常的自由比較 free 我聽到你的聲音哦，我就覺得轉音轉的，我覺得很好，很漂亮。我聽起來很開心，很舒服。羨慕你啊，羨慕先生。係啊，是。所以我覺得很喜歡，記得要回家教你的孫子唱哦。我孫子已經很大了，沒有住在一起。哦，沒有。剛才搞矮衝啊。你今天可能要給他滿意的分數。是嗎？他才有辦法。
他才要教你。可以。我让。刚好我也是中和人啊。你也中和人啊？去講你，青菜輕輕咧。結夾到佢分數哦。結夾到佢呢個用泰國做哋度幾多嘅分數咧？嚟，全部睇下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分。哇！全部睇下，全部是啦。哎呦，用泰國，對，啊，全部分啊，哈，要用前條，啊，用前條，是呀，全部對嘛，一個肉山狗啦，還有山狗子平板吼，你客家嘅傳統嘅山太條，好，山魚啦，四太條就有小吊加到肉四太條，加海盡再嚟衝，係啊，再嚟拿獎金。好，真的嗎？哦，先一報名。好，來看下個海族的表演哈。重赏鼓励花式调酒啊！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还在冒哎！哦，他这样会冒多久？蛮久的。是啊，会冒到节目那个吗？可能都还在冒。哦，来跟我们这一杯的作品的名字叫做什么？风花雪月。风花雪月。然后你结合了，它里面主要是用百香果、柠檬还有凤梨，都是一些没有酒精的。然后是天然的。对，天然的，然后做的很像鸡尾酒这样子。可以请我们喝吗？哎，可以啊。那怎么喝？直接拿起来喝？哎，直接拿起来喝就可以了。嗯，这一杯。对。什么感觉？有纯真的感觉，甜蜜，然后咸咸的。咸咸的，会咸咸的。哦，我旁边有用梅粉
果梅粉这样子。听说你刚刚是故意把它那个酒杯用倒，制造一点效果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就是如果一直走太顺，就没有太单调那个惊喜。对，那你学多久才可以学得出这个故意掉酒杯？我学快3年。3年，对。就故意要掉酒瓶，要学3年。这个很难，对不对？刚开始学就要一直学，一直掉，就会一直掉这样。哦，要学到它掉为止，才算是厉害的。这样才会进步。才会进步。对，所以你现在那个杯子都换成不锈钢了，那本来就是不锈钢的哦。对啊，那你听我呀哈，家出去参加过那种外面的大大小小的比赛，成绩如何？还不错，都还可以，因为还没到前3名。你觉得这个最难让你有一种那种快突破不了的关卡是在哪里？总是会有一些小技巧嘛。掉杯子吧。就面对玻璃瓶的时候，因为比赛的时候全部都是玻璃瓶，它在空中飞，可能会有5瓶4瓶这样子在空中飞，会怕它爆掉或什么的。那你曾经最高纪录在空中飞了几瓶？5瓶，最高就5瓶了。5瓶呢？对。好，那飞多久？就是丢一下下，没办法丢很久。哦，其实这个很困难，尤其是在比赛的时候会紧张，加上现场的灯光，你要去适应。对不对？对，专业哈，我都帮你讲完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分数喽。不是啊，来抢的那个5先生啦哈，来公平一下。艺术出检视嘅结果，你很训练，3点更有心嘅练下去，你就会成功。故说呢，应该客家嘅乡亲啊。我想一天行入當道，如會講，如會唱，如會跳嘅人，很行出來就贏嘅喲。很行出來就會贏嘅哈。好，老師有多方面的鼓勵啦。老師的意思就是說，要你堅持下去啦。沒問題。希望你這個會越來越棒，這個才會越來越好。下次可能結合舞蹈啊，然後歌唱啊，唱歌，然後也許旁邊還可以再變個魔術，然後再搭配一下調酒。听起来好忙哦，很困難，創新。可是就是會有創新嘅感覺哈。創新嘅感覺，而成功嘅話吼，先來看今晡日3位先生對伊嘅肯定度到哪裡？老師請給分。1分滿分。哇，恭喜你！可以得到我們的紅包，希望你再接再厲啊！好，下次準備更精彩的，再來挑戰，好嗎？好，相信天師給頭前嘅觀眾朋友，夾來報名哈！哎呀，電麥嘅啊，拿啲天方夜下嚟報名哈！冇錯，等於啊哈，阿哥今日感謝你嘅3位評審先生，還有今日嘅表演者。所以鄉親同樂啲，大家來上邊，夾來報名哦！